咱游玩兄弟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一心一性一意，遐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拆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予恁，就是恁着相疼，亲像我捌疼恁，恁也安尼相疼，恁若相疼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神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9篇，诗篇119篇。因为无通指责，这款人真有福气，听叹上主的教示。这款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。求你，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，予我袂意爱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规说就发出光，你的公义线到永远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子。但愿伫你的殿院要欢喜快乐，用诗歌来学乐你。感谢你，互阮常常得到圣神的扶持，就算拄着艰难困苦，阮也会勇敢向主所采标来跑走。听阮的主上帝，你知阮每一个人生命的状况，无论阮伫喜乐，也是忧愁，平安也伫试炼中，你拢甲阮同在。恳求主赐了省察的心，互阮看见家己的欠缺所在，愿意拍开阮的心门，互你进入阮的心内，改变阮的生命，也互阮伫日常生活中活出你的旨意，见证你的恩典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赞美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歌，为着主的荣耀。
大家来领受上帝话。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。马太福音14章22节，耶稣随时逼门徒上船，先过去对面岸，伊家己留地解散群众。群众四散了后，伊家己上山祈祷。天暗的时，伊还家己一个伫遐。迄时阵已经离岸真远，因为阵风，互影破来破去。天要光的时，耶稣伫湖的顶面，门徒遐行去。门徒看到伊伫湖顶面伫行，真着惊，讲是鬼。伊惊甲大声喊出来。耶稣随时甲因讲：“安心，是我，毋免惊。”彼得因讲：“主啊，若真正是你，命令我行水面去你遐。”耶稣讲：“来。”彼得就对船顶落来，行水面去耶稣遐。彼得一个看到风遐尼大就惊，煞要沉落去，大声喊：“主啊，救你哦！”耶稣随时伸手甲伊扣住，讲：“小心的人是安怎伫摇移？”因上船，风就点去。船顶的人跪落去拜伊，讲：“你真正是上帝的囝，愿上帝话赐福。”听伊的话，佮行伊的话的人，讲道老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，求调我的手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当管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愿你用你的话启示管、帮助管，互管点伫每一个人生的境遇中间，愈清楚是上帝你咧带管向前。是你的圣神
逐日，互阮得到新的气力，互阮踮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体验着你。愿主踮伫阮中间，对阮讲话，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听这代平安。有一摆坐船的经验，互我印象诚深，因为迄已经是出去外面佚佗啊，规暗了，透早爱去坐船，啊，所以一上船了后，就开始想要困，啊，伫困的，船愈开愈向前，忽然间发现敢若怪怪，倒位怪，规只船伫遐咧海来海去，我忽然发现讲奇怪，迄个浪哪会亲像踮伫我的肩胛头边啊，共款，规只船海来海去，啊，完全无法度搁困，足着急的，搁起来，因为迄伫外国，伫印尼，啊，我看边仔的印尼人，拢敢若无发生啥物代志共款，因搁中仔会当踩迄个塑胶椅啊，踩伫中仔伫遐咧食便当，啊，我伫咱伫边仔咧海来海去的过程中间，即马心内底咧想啥？即摆会安怎想？我到底啥物时阵才会到？啥物时阵我才会到？啊，搁会就开始想，啊，到底是即摆到底是发生了啥物代志？啊，看边仔的人，哪会拢无发生啥物事共款？我就一直踮伫遮，足紧张的。伫迄个紧张的过程中间，就开始咧喊话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！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！一定爱互我会当平安上岸。我相信逐个人若是捌有去过离岛佚佗的经验，可能嘛有类似的。一上船一开始拢无看起来无发生啥物代志，愈行的过程中间，就愈发现讲遮个浪哪会遮尔啊大，啊遮尔啊大，就开始会发生啥物代志？有人就开始吐啊嘛，有人会开始吐啊，只要伫船内底一个人开始吐，就代志就大条啊。边仔的人嘛开始伫遐咧吐。有时这就是咱人生的状况啊，有时这是咱人生的状况。咱坐船的时阵，有的人会感觉讲，啊，遮个浪遮大，也袂要紧，反正我自细汉就咧坐船。有的人会感觉一点仔的浪，我就感觉足紧张。当一个人开始惊吓，然后开始吐的时阵，边仔的人嘛开始一个搁减起来，就开始，逐个人拢咧吐啊，逐个人拢咧期待。什么时阵我才会当上岸？什么时阵我才会当得到救？对咱信主的人来讲，咱一定会踮伫遮，就想着遮个经文讲：主啊，你敢会当救我？咱会超找耶稣的拯救，是因为咱知上帝是咱生命中间的主宰。但是踮伫福音书内面，其实遮会读福音书的人，一开始咧读福音书的人，因嘛一直咧问这个问题：到底耶稣是啥物人？咧读福音书的遮个人一直咧问的是：到底我所认捌的耶稣是一个啥物款的上帝？我到底认捌的耶稣是一个啥物款的人？虽然现在咱拢知影耶稣是咱生命的主。但是对迄当时咧写福音书的人、咧看福音书的人、咧跟对耶稣的人，因逐个人拢咧问的是：到底耶稣是啥人？就是因为因也无法度了解耶稣是啥物人，所以当因拄着每一个挑战甲困难的时阵，因才会开始有济怀疑，有济小信。踮伫马太福音书内面，伊也不断地。除了介绍耶稣是啥物人以外，伊嘛咧带咱看另外一项事，迄就是文道到底是啥物人？文道到底生做啥物款？读马太，咱一定会对第5章开始遮个山顶的山上宝训真熟悉，但是遮个道理咧讲啥物？伊讲啥物？心内颂香。爱有怜悯，爱互人和平，咬喙打恨无忌。但是读起来哪亲像就是人一直咧面对迄个压迫的环境，面对心内底的丧凶，面对着为着伊要受着捆绑。伊咧提醒每一个跟对耶稣的人，当你要成做一个门徒，
咱嘛会看见讲，咱踮伫心内创伤的捆绑内面，咱踮伫为着伊爱受捆绑。但是无论安怎，咱都是一步一步踮伫封印的过程中间，要缀耶稣的脚趾向前行。今仔日咱读这段故事，伊发生踮伫一个真重要的故事后壁。头前迄个故事咧讲啥物？五块饼两尾鱼的新食。这个故事记载踮伫五块饼两尾鱼的新食了后，当五块饼两尾鱼的新食发生了后，所有人开始咧期待耶稣，你敢会当搁行出啥物款搁较大的新食无？你搁会当做啥物特别的事无？无想到讲伫这个时刻，耶稣选择家己一个人。伊选择家己一个人，伊催逼伊的门徒上船到伫对方去，嘛解散所有的群众，一个人踮伫山顶咧祈祷。耶稣知，侪人所意爱的是，你敢会当行搁较大的新食？你敢搁会当有搁较侪奇妙的代志发生无？毋过伫即个时刻，耶稣所做的是离开这大阵人，互门徒坐踮伫船内面。这可能也是门徒难得的经验。当因军队耶稣了，因发现讲耶稣无甲因做伙，所以因坐踮伫船里，一直伫遐咧向前。到伫暗暝，船离开岸已经真远，拄着风，迄个风影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，逐个人共款惊吓。咱毋通袂记哩，船内底遮个人有人是做啥物的？有人是做掠鱼的嘛。所以当你坐船的时阵，吼，你看到迄个连掠鱼的人拢会紧张，就代表这代志大条啊。若是掠鱼的人袂紧张，吼，咱坐伫船内底就不要紧啦。掠鱼的人拢袂紧张啊，咱就免伤过紧张。但是连掠鱼的人拢紧张，就代表这个风绝对是超越过因的想象。所以当所有人拢足惊的时阵，逐个人伫遐咧喊话，逐个人拢足紧张。啊，害啊！耶稣无伫咱的船顶，就到伫天都要光的时阵，看到一个人踮伫湖的顶面伫遐咧行。因认出讲，这个人敢那亲像耶稣吗？看起来有小可神，但是看起来嘛感觉怪怪。伊敢有法度踮伫湖的顶面伫遐咧行吗？所以因真着惊，一直咧喊话讲，这个人是鬼啊！我都真正判断讲，到底行伫迄个湖顶面的人是啥物人？因只有一直喊话讲是鬼是鬼，因为踮伫因的文化内面，水是啥物意思咧？水代表邪恶，水代表邪恶的力量，鬼。所以当因看到耶稣行踮伫湖的顶面的时阵，因心内底紧张。啊，这嘛一直咧问因的问题，就是啊，到底恁所相信的耶稣是啥物人咧？耶稣行伫湖的顶面，如果水代表邪恶的力量，安尼。马太所要表达的真清楚，马太所要表达的信息就是，耶稣是迄个会当赢过邪恶力量的主，这是因真清楚的表达。但是对这阵门徒来讲，因无法度了解到底这个人是啥物人，受到迄个风的影响，踮伫这个船内底海过来海过去，风影一直破入来。当因看到迄个敢若熟悉，佮无熟悉迄个人的时阵，因逐个人心内底拢咧着惊。这就是门徒，这也是咱，敢毋是？这也是咱每一个人。有时咱也踮伫人生的风影内底，海过来佮海过去。伫遐海过来佮海过去，佮有真侪风影一直破入来的时阵，咱嘛紧张，咱嘛一直惊吓，讲啊，到底佮来咧？到底我敢有法度得救啊？有时这个风影是破病，有当时啊，这个风影是咱人生中间所无法度按算的根据。最近有一个朋友真久无见面，伊甲我咧联络，伊甲我分享讲，我最近真艰苦，
因为伊无想到讲，伊厝内底的亲人有一寡忧郁症的状况发生。当迄个忧郁症的状况发生的时阵，伊忽然间发现，原本家庭无问题，到伫伊的亲人忧郁症一发作了后，规个家庭拢陷落踮伫一个漩涡内面，安怎洗安怎洗，拢无法度处理。拄着家庭的困难，但是阁有2个囡仔爱因带，伊感觉真痛苦，因为逐工都看到伊的亲人破病，伊阁爱勉强来安搭伊即个亲人了后，阁爱带2个囡仔爱去学校，爱继续因的功课。踮伫遐害过来害过去，伊也甲我分享讲，我知爱求救主啊，但是逐工一醒过来，都是面对我无法度解决的状况。伊也咧向我分享讲，我也无想到讲，我结婚的时阵，结婚了遮尔侪当了会发生遮个事。人生的根据，咱无法度按算。人生的根据会发生什么病痛、攻击、挫折，是咱所无法度按算的。最近甲一寡咧做大专的工作者咧讨论宣教的事工，因一直咧分享讲，当因咧关心大学生的过程中间，上界困难的问题是啥物？因讲因所面对现主时的大学生上过困难的问题，就是侪人的精神状况都有问题。侪人的精神状况已经超越过因的想象，所以对遮的大专生的牧者来讲，因逐工咧陪伴因，但是搁安怎陪伴因，拢看袂出遮的囡仔、遮的青年会当有新的可能性。所以咱嘛看到咱政府的资料嘛，卫福部开始咧补助15岁到30岁的人，一年会当有3摆心理咨商。一个工作者就甲我分享讲，咱爱知政府的补助已经是这个状况足严重啊，已经是这个状况足严重啊，政府上尾才会开始咧补助。大学这大专工作者嘛，甲我分享讲，一年有6000个15岁到24岁的人自杀。咱少少看到这个资料，但是听到因安尼咧分享的时阵，就发现讲，踮伫人生所无法度按算遮个风险、遮个困难、遮个压迫的过程，是咱人无法度去测度的。所以，甲因咧分享的时阵，咱就会进一步去问遮个牧者讲到底是啥物原因造成这个现象？遮个牧者就甲我分享讲，上重要的就是即马的囡仔家庭保护了伤过好，家庭拢已经替囡仔备办好所有因的需要，无论你要读啥物，你要去佗，家庭已经替因备办好势。但是当因离开家己的家，去到伫另外一个城市，去到伫大学开始爱家己独立生活了后，因就拄着问题啊。一个牧师就甲我分享讲，伊捌带过几个囡仔是有一个名词叫做选择障碍，咱知无？但是迄个选择障碍是啥物？伊逐工毋知影讲我中昼要食啥物，暗时要食啥物。我毋知我中昼要食啥物，暗时要食啥物，所以伊的选择是，我规工倒伫我的宿舍的眠床内面，拢袂出门，连上课拢袂去。伊就甲我分享讲，伊会去找遮个学生，找伊的同学，赶紧敲电话要找到即个学生，甲伊辅导。但是伊永远都是逐工倒伫宿舍内面，因为毋知影要安怎选择。咱就会感觉真好奇啊！不过是要选择到底今仔日要食倒一间的中昼顿，但是这就是因人生中间所拄着的挑战。因嘛继续向我分享讲，咧牧养遮个大专生，因拄着真大的困难，因为到底是要爱因爬起来，还是继续搁支持因？
若是无支持即个囡仔，伊倒伫遐个眠床，若是无人阁家己支持，伊就真正拢无朋友，爸母拢毋知影因出外发生了啥物代志。啊，要鼓励，要硬甲伊捡起来，爱伊去学校，伊阁足惊讲，啊，这了后，即个学生就无阁甲伊联络啊。所以就踮伫即个捡来捡去的过程中间，被服侍的人真惊讲家己爱承担责任，安怎拢踏袂出去。服侍人的人一直hand恼是，我即马是爱一直接力，一直爱服伊。啊，但是一直互人的人到伫上尾啊，伊若拄着讲我家己有我家己的限制，所以不止一个大专的牧者甲我分享讲，因已经用要家己的身心灵嘛出问题啊。咱踮伫一个真大的风影内面，这个风影对少年到老，这是少年人的状况。到伫渐渐年纪大了后，咱也发现讲，人生的阶段、家庭的问题、健康的问题，一直围点伫咱的身躯边，咱无法度要安怎办，找无着好的方法来解决。所以，咱会问啊，安尼要安怎超找信用？咱会问，上帝会当怎样帮助咱？若是安尼，咱才会当进入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故事。咱所有的人，亲像温度共款，踮伫迄只船内面，踮伫迄只船，拄着济济风影，看到耶稣踮伫遐咧行，咱认袂出伊。看起来真熟悉，但是佫小可认袂出伊，开始伫遐咧喊话。就踮伫即个时刻，忽然间有一个声音来到伫因的耳孔。这个声音对因讲啥？放心，是我，毋免惊。这个声音出现踮伫因的耳孔边，真特别，因为风影足大，照你来讲足差的吧？照你来讲是足差的。啊，当所有人嘛一直咧喊话，一直咧惊是鬼是鬼是鬼的时阵，佫会当听见这个声音，是耶稣主动发出这个声音，要引带因赢过所有的惊吓，赢过所有的不安，赢过所有你即马人生所拄着的风影。彼得讲话啊！彼得讲话啊，现主是伊看起来小可有信心嘛，但是彼得讲啥物？主啊，若真正是你吼，都命令我行水面去到伫你遐。彼得的要求真奇怪，因为照一开始咱所讲的，若是咱踮伫迄只船内底拄着遮尔大的风影，咱即马咧想的是啥物？我会讲赶紧到无？我会当赶紧到伫岸边无？也是我知影耶稣有开力，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物？耶稣，你赶紧，你既然会当行，耶稣你赶紧上船好无？耶稣你赶紧上即只船，你只要上即只船，可能就无代志。也是耶稣你赶紧互我到伫岸边，无想到讲彼得所讲的要求是命令我。互我行水面去到伫你遐，命令我行水面到伫你遐去。彼得的要求，互咱感觉真好奇，但是咱若是了解彼得的个性，可能就会感觉无遐尼奇怪啊，对无？照咱所读的福音书内面，咱所知的彼得是一个啥物款的人？伊是一个个性真急的人。伊是一个个性真急的人，然后伊定定讲话嘛，无想到讲伊后壁会发生啥物代志。伊会真紧就讲出伊想要做啥物，足紧将伊家己心内底的想法讲出来。所以伊讲啊，主啊，真正是你，就命令我行水面去到你遐吧。耶稣讲来，你就来吧。当彼得行出去的头一步。当彼得行出去的头一步，
看起来真厉害，那亲像耶稣会当行伫水面上共款，看起来伊会当做，但是当风影一个搁吹来，当风影对伊的耳孔边仔搁伸过去，当遐个风影水开始拍弹伊的衫的时阵，伊开始安怎？足无简单才得到的勇气吼，随时搁无啊！足无简单所得到的勇气，搁一摆互惊吓所捆绑。伊的心受到惊吓所捆绑，然后当伊开始紧张，当伊开始惊的时阵，就安怎？规个人搁要沉落去啊！规个人开始要沉落去的时阵，这个时阵搁一摆发咧，讲主啊！求你救我吧！求你甲我救啊！耶稣现在伸伊的手，抽调彼得的手，讲：你的信心伤过细啊，是安怎咧摇旗咧？小信的温度，怀疑的温度，也是咱每一个人。有当时啊，咱会感觉咱有小可的信心。会当行出去，但是当咱行出去的时阵，咱就拄着风影，然后开始搁惊，咱就搁救转来。咱开始搁救转来了后，慢慢咱会受到这个惊吓所影响，因为受到惊吓所影响，咱的人生就无愿意搁加踏一步，无愿意搁试看卖，敢搁有新的可能性。惊吓是咱生命中间上大的捆绑，是风影的惊吓，是环境的惊吓，是病痛的惊吓，是济咱所无法度去掌握的事所带来的惊吓。咱其实足惊济项事的，为着互咱莫惊，咱会用啥物方法？咱就认为讲，我敢会当避咧？我敢会当避起来？也是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我这应该是逐个人的代志，逐个人只要逐个人做伙就无代志啊。咱会开始用足侪方法，想要将想要克服咱生命中间的惊吓，却无想到讲，咱用侪方法想要甲家己藏起来，也是秘伫一大群人的中间。拢无法度解决的是，咱生命中间，咱真实的惊，迄个惊是咱无法度面对，咱无法度安算的事。我期待所有代志要照我的计划来行，我遮尔努力，我照我的气力，应该我的人生会当真完美吧？无想到讲。济事拢已经超过咱的想象，所以咱将咱的惊藏起来，将咱的惊藏起来了后，咱的信心就愈来愈细啊。耶稣抽调彼得的手，才会对伊讲：小信的人，你为虾米在摇旗啊？当耶稣将彼得抽起来，带伊登到船的时阵，风就停落来。风就停落来，船顶的门徒拢伊拍败讲：你真正是上帝的囝。记得无？我一开始所讲的福音书的作者，也是读福音书的人，一直咧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：耶稣到底是啥人？因一直咧处理的就是耶稣到底是啥人？现在因有答案啊！耶稣是上帝的囝。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会当拯救咱大家的迄个弥赛亚。门徒得到答案，咱会继续问的是：门徒佫是啥物人呢？门徒就是一点点伫一摆佫一摆的信热了后，得到小可信心的人。但是得到小可的信心，佫伫一摆佫一摆的危机中间，迄个信心互人拍甲喙鼓鼓遐个小人物，门徒都是真平凡的小人物，通过一摆搁一摆的信息，看起来小可臃肿啊，
但是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搁软弱啊。只有耶稣用伊有气力的手，抽调咱每一个人，对咱讲：来吧，毋通惊，毋通惊。有一个神学家，伊问这个问题啊，伊讲：如果彼得无沉落去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？伊就问讲：如果彼得若是无沉落去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如果伊真正充满信心跳落船，真正行伫水面上，无任何的惊吓，嘛毋惊一切的风影，行到伫耶稣的面前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如果彼得安尼行了后，一个搁一个门徒嘛共款，拢跳落船，然后拢一个一个行过去，这搁是啥物款的故事？刚刚伊问这个问题问了真好。如果真正彼得会当行过去，这是啥物款的故事？如果所有的门徒拢行过去，所有的门徒拢得到超能力，这是啥物款的故事？伊讲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故事，这会是一个真成功的故事，嘛会是一个互咱真好传福音的故事。因为你只要信耶稣了，你就会当得到超能力。但是，伊搁继续讲，这都袂是你甲我的故事啊！你会看到一阵真成功的人，你会当看到一阵看起来真有信心的人，但是这毋是你甲我的故事。咱只不过是期待一个，我信耶稣了，我拢袂破病，我拢会当家庭医院；我信耶稣了，我做所有的代志拢会当真成功。但是，迄毋是真实的生活。真实的生活是，咱会看到咱身躯边的人身心灵的困难，咱会看到咱身躯边的人因拄着侪挫折，咱会看到咱所关心的学生也好，囡仔也好，踮伫人生成长的过程会跋倒，会失败。但是重点是啥物？毋是爱因永远拢袂跋倒，永远拢袂失败。是咱清楚知影，当咱失败的时，当咱挫折的时，当咱爬袂起来的时，永远有一双手会甲咱抽调，永远会有迄双手将咱抽调咧，然后对咱讲：来啊，毋通惊，毋通惊，因为我是你的主。这就是耶稣。这就是福音书的作者一直咧讨论的问题：耶稣到底是啥物人？信耶稣了后，咱袂啥物代志、啥物困难拢袂发生。就亲像我的朋友所讲的，伊也甲伊的亲人、甲伊的太太咧结婚的时阵，徛伫拜堂内面誓约，真忠心咧服侍主。但是无想到讲，踮伫人生的一个坎站，伊忽然间发现讲，伊有精神的状况发作，致到规个家庭陷倒伫困难，真艰苦。但是伊继续甲我分享讲，伊讲牧师啊，请你着不断替我祈祷，我需要恁大家替我祈祷。当我踮伫人生的风影中间的时阵，我需要有一个人替我祈祷，我需要听到上帝的话，我需要听到有人用上帝的话来鼓励我。这也是我甲遐个大专工作者咧做伙斗阵的时阵，因所咧讲的。因咧陪伴遮个大专生，拄着遮个身心灵的状况，因嘛感觉无法度徛起来。但是当有机会去感觉几个牧师咱彼此咧对话的时阵，因也咧分享讲，咱需要听的，就是无共款上帝踮伫咱生命中间所做，咱会当做伙祈祷，咱会当做伙向前。我也甲遮个大专牧者分享讲，其实我就感谢恁的分享，因为有当时我已经离开大学真远啊，我嘛毋知影讲现主时大专的学生因所拄着的挑战到底是啥物，教会兄弟姊妹大多数嘛毋知，甚至咱是大专生的父母，咱嘛无一定知影。
所以当咱听到这个声音的时阵，咱才开始会当去思考讲，原来咱会当怎样祈祷，咱会当怎样做伙。军队耶稣是每一个人家己爱行的路，是伫即条家己一个人向前的过程中间，知影讲有人陪伴踮伫你的身躯边，所以咱会当做伙。当马太咧记录彼得的时阵，伊也咧提醒一件事，是彼得家己一个人，伊愿意踏出去，但是踏出去了后，拄着困难去经验耶稣甲伊抽调的。彼得咧行一条一个人朝圣的道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军队耶稣也是咧行一条家己一个人朝圣的道路。朝圣之旅啊！伫即条朝圣的道路中间，咱会拄着侪项事，会拄着风影，会拄着困难，会拄着困迫，有时会感觉心灵丧向。但是上帝的话就照安尼对咱讲啊：心内丧向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当咱愈感觉困难无法度爬起来的时阵，上帝的话一直向咱挖掘，互咱会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互咱有新的眼光，互咱有新的可能。这个温度真平凡，咱也真平凡。咱每一个人拢是平凡的小人物，但是当耶稣的迄双手将咱抽掉的时阵，咱会当爬起来。咱会当爬起来，就算讲咱爬起来了后，阁受到风影的打击，跌到咱都要跋落去。耶稣犹原讲啥物？小信的人啊，毋通犹豫啊！咱是小信，但是伊犹原将咱抽掉的。如果讲信耶稣的人会有超能力，这都是超能力。知影耶稣会将你抽掉的，知影当迄双手将咱抽掉的时阵，咱毋拿家己爬起来，咱会当鼓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，咱会当甲咱身躯边的人做伙，踮伫即只船顶，继续向前来跑走。所以现在，咱有可能拄着身躯的病痛。咱有可能拄着心灵的哀伤，咱有可能拄着生命中间的风影。耶稣拢不断邀请咱向前吧。当你行出你家己的船，当你勇敢踏出去的时阵，伊要带咱向前。愈感觉咱家己的软弱，咱就愈体会主的恩典踮伫咱的生命有偌尔啊深。有偌尔啊大，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抽掉我的手，看到你行过来的身影，上下的起伏，左右摇晃，伫船顶的我失去判断，失去信心，听到你所呼唤的声音，讲放心。毋通惊，踏出船的我有小可勇气，有小可愿望，行伫你所踏过的脚迹，互水所拍淡的衣裳，狂风包围的身躯，行行沉落的我，只有剩怀疑，也剩呼救。望着互平沙的风影，互你抽掉的手，行行有时，信心有时，放心，无搁惊。踮伫一只船顶，有时咱会失去判断，会失去信心，但是当咱去看耶稣的迄双手，咱会知伊永远伫地，
伊永远带咱向前。放咱的心吧，毋通惊吓，毋通互惊吓所捆绑，毋通互骄气所影响。咱会当踮伫每一摆的风影中间，体会上帝的恩典。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，成做咱的回应。求主教是光基督，好大军正对你头，属关心心那坚定，向你下金高命令。你当尊安。
因怎无好？我若所求，合你旨意，使我信心，本对乎你。同心来祈祷，主求你抽调阮每一个人的手，虽望阮现在袂踮伫无共款人生的风暴中间，是病痛，是惊吓，是焦急，是小心，你拢犹原无放弃阮每一个人。照着安尼，阮会当重新找到信心。照着安尼，阮会当清楚知你所讲的，心内丧向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主，求你抽调阮每一个人，互阮信心拿过天，互阮勇敢踏出向前的脚步，是阮每一个人需要来跟对你，是阮每一个人照着阮的信心拿过天的时。阮嘛渐渐发现，伫阮身躯边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也做伙向前。愿你除去阮心内底的不安、犹豫、惊吓，互阮一日一日搁较高跟对你，也若亲像你。愿你踮伫阮中间，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当这因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
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。咱的圣经学堂即礼拜拜三的进度是《使徒行传》15章22节到41节，请来当同齐第一来看吼。好，搁来头一项事是小会公告吼，这是因应迄个总会性别公益委员会有来函，因为咱知影现主事迄个社会的性骚扰案件真济，所以性别公益委员会为着要防治教会这性骚扰事件。鼓励各教会会当成立建立一个性别友善的空间，所以咱的小会有做一个决议，就是咱会设一个性平事件关怀小组。咱的调集人就是咱的关怀牧师张简银真牧师，顾问会请淑珍长老来做顾问，组员是信柔是医生，阁有荣安是社工吼。因为照政府的规定，这是超过一半爱是女性。所以，咱会用这个小组来成做咱关怀小组，都是有出代志才会使用，咱帮拢袂用着，有出代志才会使用的部分吼。所以，请咱会当共同来关心，咱共同来建立一个性别友善的空间。好，过来张简银真牧师近2日会去参加松联大学曙光检讨会，本来我嘛会去，但是因为拜六个别礼拜的事宜，阁有真侪项事需要协调，所以我袂出门吼。好，后主日是教社奉献主日，嘛请咱会当共同来关心教社部的事工。好，过来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，所以若符合这规定的学生会当咱的干事来找这个申请表，咱的申请到伫9月15号，请咱同齐来递。伊甸基金会因有举办迄个园游会，若是有兴趣愿意支持的人，因等下会踮伫门口遐。好，过来妇女团契后主日11点要伫松大教室来举行年会，所以请咱的客友会当踊跃来出席参加。好，过来这项事甲大家做一个报告。苏正安校长、所长都已经踮伫8月初9的早起民主稳调吼。所以咱阁刷即个礼拜六，即个礼拜六的早起8点半踮伫殡仪馆的怀慈厅举行日验礼拜，下晡2点半踮伫咱的大礼拜堂来举行个别礼拜。所以请咱会当共同来致意嘛，关心校长娘因整个的家庭。相信即礼拜六会相当侪人来参加，所以到时需要咱的同工嘛，尽量。若是有服侍的同工，咱会当较早来到伫教会中间来做伙来备办吼。伊即礼拜应该足侪人来，所以除了大礼拜堂以外，咱2楼遮拢会开吼。所以请咱也共同为着苏校长整个维族关心甲带导吼。好，做以上这个报告。咱总会来读本周的金句，我先来读一摆，煞只请咱大家做伙来读2摆。耶稣随时伸手甲伊扣着，讲：小信的人是安怎伫摇伊？马太14章31节，请咱做伙来请。耶稣随时伸手甲伊扣着，讲：小信的人是安怎伫摇伊？马太14章31节，耶稣随时伸手甲伊扣着，讲：小信的人是安怎伫摇伊？马太14章31节。上甲来吟祝福册恳的诗，圣诗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请咱起立。救主耶稣基督，献命稳定主名，天边上帝受所大福，听咱亲像行前，听咱亲像行前。
心观念感人感动，徛起大人心内，三一上帝甲咱相通，只是到万世来，只是到万世来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感动甲相通，甲咱众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。阿免。请坐。solamente cualquier canción.